大家好，打咗2日風，冇見贏家三口2日，係咪好掛住佢哋呢？今日贏家三口齊齊出嚟營業，佢哋都好活力充沛，唔知係咪休息咗2日呢？贏媽一出現，兩姐弟就飛撲上前，肉緊咁樣互相貼貼一輪。贏媽嘅指定動作，先飲啖水；而細佬嘅指定動作就係擒上贏媽背上咯。家姐淨係喺度食花生咋？咦，贏媽想同家姐清潔，不過家姐好快捐咗落台底。起步去木台進餐，哇！細佬竟然即刻咬住贏媽尾巴，家姐趕緊追上嚟啦。不過家姐慢咗一啲，如果唔係，今次盈列車又出現啦。兩姐弟又喺贏媽身邊嬉戲，係咪太肉緊呢？變咗打交喎。不過佢哋打交一啲都唔暴力，仲好鬼得意添。贏媽一於好少理，食飽個肚先。過咗一陣，贏媽去咗飲水。兩
姐弟仲未打完交喎。邢媽睇見都有啲無奈，飲完水嘅邢媽繼續食啊。兩姐弟打完交，又嚟搞邢媽。然後繼續打交。細佬打下交，又走上去襲擊邢媽。邢媽好似特登俾個頭細佬玩喎，睇下佢係垂低個頭㗎。而家邢媽仲趴喺度，任由細佬咁樣都得嘅，或者呢啲係大熊貓世界裏面嘅親子方式。姐就喺附近，自己做鍾意嘅嘢。偶然家姐都會參與其中。但係絕對冇細佬咁激進。
姐都係響較外圍碰下撞下。之後就走開啦。細佬都走開，可能佢想同家姐玩喎。咦，瑩媽都追上去喎，唔通佢都想玩埋一齊？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